今仔日10点外，中华湾林一大路口有一个查甫人举刀啊四架锁，民众看到是赶紧报警察。警察赶到现场，甲伊压制，加载是无人伤亡。也这个查甫人乃举刀啊四架锁，检警当咧侦办。查某人手提双刀伫街路落落时，因为时间我紧中到，又搁伫车来车去的街路，民众看到带一个，赶紧通报警方。警方到场了后，赶紧甲饲伫涂骹查扣西瓜刀、甲菜刀各一支。27中昼，民众伫中华湾林湾水路甲湾林大道口，看到这个30岁性感的查甫人，光头白日热时，因为进前发生北捷随机攻击事件，彰化市几工前要民众手后举刀，即届佫发生这个事件，互民众真紧张。我就看伊甲人伫遐，敢若有口角，有口角是。嘿，刀举伫手安尼哦。真恐怖！真恐怖哦！我人家惊到要死。本分局调派线上警力前往查处，在园林市园林大道2段556号前，发现一白色上衣男子手持西瓜刀四处游走，经园警以优势警力围捕，当场逮捕30岁简姓男子。警方表示，除了性感的查甫人家己手甲骹有刀伤，或甲再无其他人员受伤，但是伊举刀的原因，爱搁后续调查了解。不过举刀伫街路热时，这个行为已经互人心肝会惊。警方也以涉嫌恐吓、危害公众罪，该依请中华地检署侦办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